位聽眾你好，我係梁燕成，去同大家講下世界大事啦。咁最近中國咧就有一個案件，聶樹斌被槍決案咧1994年當時咧係被逮捕，1995年咧係判死刑，話佢咧係姦殺一個嘅女性。咁而家咧就經過重新研究同判斷咧，認為咧係冇罪嘅。咁呢件事喺中國嘅法律歷史係未知有也，可以話係即係政府可以承認過去咧個判罪係錯誤，而且咧將來都應該追究嗰啲判罪嘅人。咁呢件事咧就讓人睇到而家中國咧對嗰個司法咧係要重新去檢視，唔可以再任嗰啲嘅法庭咧係隨意咧去判人民生命嘅生死啊！咁呢件事就係咁嘅。1994年咧，聶樹斌被捕就認為咧佢係有強姦同殺人罪。咁當時咧石家莊人民檢察院咧就判佢罪，後來佢上訴，咁結果咧呢個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咧就作出咗死刑嗰個嘅判決。咁就結果咧佢好快即係25號判死刑，27號咧就已經槍決咗啦。咁28號咧就佢爸爸送啲食物衫去呢個看守所咧，發覺咧原來佢已經係被執行死刑。咁呢個過程覺得好奇怪，因為咧佢家人都冇收到過一審同二審嘅判決書咁係去送呢個生活品嗰陣時先至知道原來個仔死咗。咁你睇見當時咧喺1995年呢個年代，中國啲法治程度咧，的確係令人歎為觀止，真係難以想像可以咁快判人死刑，連咧家人都唔通知嘅，咁所有咧應有嘅程序都冇做。咁但係到2005年咧，當時咧就一個嘅叫黃書金嘅人就喺河南被捕，因為佢犯咗好多嘅姦殺案。咁當時咧即係一個採花賊即係報紙都話咧係催花狂魔咧係終於落網啦咁。然後咧佢自己咧就去承認，其實咧當日石家莊嗰單姦殺案咧係佢做嘅咁。咁咧佢一承認嗰陣時咧就令到咧大家咧就即係亂晒啦咁即係話以前判佢係錯㗎啦，佢自己認係殺人。咁呢個河北省咧高級人民法院咧第二次嘅審理咧就並不公開開庭審理呢個案咁咧就最後咧就再次裁定黃書金唔係真係呢個聶樹斌案嘅真兇，即係話佢冇做到，即係夾硬，即係話唔關事。因為如果咧話佢做咗咧，即係以前嘅判案係殺錯人啊嘛，咁呢個其實牽連喺後面好多嗰啲嘅司法人員、執法人員嘅種種嘅可能後面嘅幕後嘅嘢嘅，所以咧就判翻佢咧唔係真兇咁。咁但係咧結果咧呢個2014年12月咧，呢個最高人民法院即係中央啦，咁就指定山東高級人民法院覆查呢單案，即係唔可以再交俾河北嚟審，即係河北自己咧係判呢個案，跟住自己再去審查，咁就當冇事。咁而家要揾第二個省嚟判，你睇中國咧真係真係呢個省可以嗰啲法院同嗰啲司法部門咧冚唪唥都可以係互相勾結嘅。咁所以咧中央咧就派咧呢個山東省去查呢件事。咁山東省嘅高級人民法院咧就派兩個咧代理律師去閱卷即係睇翻晒所有嘅案。呢兩個律師一睇就即刻發覺，原來咧第一喺嗰啲案件嗰度咧嗰啲嘅簽紙咧係造假嘅咁而後咧係裡面咧仲發現咧有好多咧係嗰啲看守所嘅人咧係做工作嚟逼佢好多嘢咁樣咁就以致到咧係令到咧呢個聶樹斌咧係判有罪咁甚至係承認有罪，就有少少苦打成招嘅情況咁咧，所以咧兩個律師一調查發現原來有好多錯謬咁咧，同埋咧係仲有好多嘅疑點發現。咁呢單案而家重新拎出嚟查之後咧，咁終於咧就向最高人民法院即係因為要查資料好難，就要4次延長呢個查案嘅過程。咁最後咧山東省嘅人民法院咧就認定河北省嘅法院嘅判決缺少能夠鎖定聶樹斌作案嘅客觀證據。喺被告人作案嘅時間、作案工具、被害人死因等方面存在重大疑問，不能排除他人作案可能性。
咁原審認定咧聶樹斌犯故意殺人罪、強姦婦女罪嘅證據不確實不充分，於是咧就最高人民法院係到2016年6月啦，你已經到而家即係呢一年啦。咁咧呢個法院同意山東呢個嘅高院嘅意見，咁再提審呢個案咁就整個巡迴法庭巡迴法庭即係咧唔係再係地方法庭啦即係中央調過去。咁呢個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迴法庭咧，到10月2號，即係最近啦就終於對聶樹斌案公開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無罪。咁之後咧就要賠償啦。咁你無端殺咗個人，咁佢家人就痛哭啦，就係話即係終於呢件事咧沉冤得雪咁。咁中國能夠沉冤得雪係一件好事就不至於不了了之咧喺嗰啲嘅嗰啲書記嘅干預之下咧係造成咧種種嘅冤假錯案咁。咁就但係咧呢件事咧即係追查落去咧，而家群情洶湧啦，即係輿論就話一定後面都有啲乜問題，無端端真係殺咗個人啦咁。咁咧同埋咧，當佢哋調查即係再次調查嗰陣時就不斷受到咧嗰個嘅政法書記嘅攔阻而家個政法書記終於又落台啦咁同埋咧佢下面亦有啲人咧係攔咗嘅咁就而家咧慢慢調查落去。咁而家據講就話呢件事咧後面嗰個問題就係話咧當時咧係要將呢個嘅死囚嘅器官攞去咧幫人換腎咁呢個就後面一個係器官移植嘅黑幕。咁就當時咧有一個係呢個外交界好出名嘅人叫張含之需要換腎，咁而家咧就懷疑咧就啱嗰陣時就槍斃，咁佢就有得換腎，咁所以咧好可能咧係提供個腎俾呢個高官。咁而且咧係當時咧除咗當時呢個叫張悅嘅政法書記咧咁仲有咧就係國家安全部副部長嘅上級咧嗰個人叫做許永約咧咁就係張悅嘅老友。當時咧佢亦係喺用國家安全部長呢個身份嚟攔咗咧多次嘅呢啲嘅調查。終於咧都係而家中央咧就因為張悅落馬啦咁慢慢地咧就交俾第二個省嘅法院嚟定罪。咁總算咧係一個嘅水落石出。但係諗翻呢件事真係令人都即係好傷痛即係一啲咁樣嘅政法書記，即係周永康舊時係啦，全國㗎，咁啲地方政法書記同埋嗰啲嘅安全部長可以咧隻手遮天咧，係將個無辜人害死。咁咧據講傳說咧係因為想攞佢嘅器官咁而家就估唔到會翻案，就係因為有人認翻，咁翻轉頭都受到好多攔阻之後咧，終於咧查翻出嚟。咁所以令人覺得咧係好可怕咧，就係當時即係竟然咧係可以個法律系統可以係咁樣被一個嘅咁樣嘅情況咧嚟到去隨意咧將人咧殺死嘅咁就終於平反得直啦。咁冤假錯案就平反翻。咁但係好似文革嗰陣時，好多人無端端被鬥咧，好多年之後先平反。咁就而家起碼咧，即係話習近平時代喺司法上嗰個要求係咧強烈翻好多嘅。咁呢個始終一件好事，即係話咧係好多對人民係唔啱嘅嘢咧，而家承認翻。咁但係而家將來係點樣重整司法咧？咁司法嗰啲嘅嗰啲書記咁法務部呢啲咁樣，佢哋如果隻手遮天，有冇仲可以監督佢嘅力量咧？咁樣咁所以呢啲等等咧，都係下一步咧，即係中國要做咧，就係連法律界都要被監督。因為法律本來就係監督即係權力嘅濫用，但係若法律世界裏面一樣咧係有權力嘅濫用嘅時候咧，點樣可以監督翻呢個法律唔可以濫用？
咁其實呢個問題好簡單嘅。中國如果有陪審員制呢，就會好多噶啦。咁但係中國一直呢都唔肯行呢個嘅陪審員制，咁而係呢由3個法官嚟定罪嘅。咁呢3個法官呢，當然都係一個集體領導，即係唔係一個人意見咁就所以呢度之間都仲有啲討論嘅可能性。咁就同埋容許律師辯護啦咁。咁但係呢3個法官佢會唔會完全公正唔會受上級指示呢？咁如果嗰個部長係喺上面指示嘅，或者個廳長喺上面指示嘅，咁佢會要聽呢？咁但係陪審員制就唔會接受到呢種嘅指示呢。咁所以呢個法治系統建立陪審員制呢，就係維持嗰個嘅喺判罪嘅時期呢，係具有多啲客觀公正性嘅。咁中國未來呢個法律改革上會唔會呢方面都要參考下呢種可能性，使到呢一個嘅以後嘅判罪呢唔會落入呢太多嘅權力嘅濫用上呢？咁呢個都要去反省啦。